水个好，故称解水两句啊，含你做参考。解水，解水，解文水。好评咱来讲一站歌戏戏文内底精彩故事，包含四句连毛人唱。伫咧南山顶，众人百姓伫咧围观咧看啥？咧看一个五眼军，七姓孙眼军，但遐讲开棺验尸，惊一个面绿色。即句绿色，虽然即马老辈也阁有讲，毋过现代书典查无记载伫咧大理大书典内底，就是惊甲面无血色，安尼叫做绿色。煞毋知影七姓孙眼军、五眼军顺来到省城的时阵，看到一阵河神踮伊的桥边迎飞，伊就因交代讲赶紧的桥光咧，对即阵河神行一定有完情。河神飞起来到南山一门新望顶，望顶刻三字名叫做吊连溪。五眼军叫庄头的总理，总理是清朝时代的讲法，即马讲叫做理长，古早日本时代讲叫做保正伯啊。问一个详细讲，着连溪少年当当就来新望，带一个某真水，因兜申请一个官家姓林或者林冲。啊，若安尼霸面通奸害夫，伊就讲开棺验尸。我验一个四边百姓围咧看，包含总理双手插过，要看讲验有啊验无。地方的头人，大家目睭金壳壳，有影着验无，生死变过来，变过去拢无相分。暗军感叹。讲看恁众人结实实，我当四面无欠缺。讲即个道具四句联，各种头拄也有讲啊，念歌歌戏拢有做啊。恁拢结实实，就是讲专门要看我闹气，安尼就结实实啦。啊，我四面拢无欠缺啊呢，四面无甲一面通好挖，通好看，欠甲缺拢是挖口的意思。好，总理就讲啊，谁叫你要做这个懵懂代志，讲开棺验尸，啊，我就无办法啊。班批，伫大理大书典内底记载，就是疗伤。无班批就是无疗伤。我哪会知影讲奸夫淫妇计策才好，竟然有才调甲翁婿害死，干那看生死表面查无证据。当然啦，好人有好报，歹人一定有恶果。时间的关系，按军心魔神讲袂透，毋过佫真是少机会整理一寡大理大书典内底记载古早的真艺术的台湾话言辞，甲你互相探讨甲参考啦。